我覺得喺外省可以做導師係好開心咯，開心得嚟又好甜蜜咯，好好玩，好熱鬧，叻叻哥。我下次我想整 Hello Kitty。係啊，思晴上咗堂之後咧，就每一次咧都好期待啊，見到啲同學仔咯。睇得出卓峰係好開心，我自己都 feel 到佢好開心。我哋復康服務咧喺1999年開始咧就探索發展陶藝嘅可能性啦。我哋發現服務使用者咧好喜歡呢個媒介。咁喺呢段期間裏面咧，佢哋參與咗好多本地同埋國際嘅陶藝盛事嘅。呢個發展陶藝嘅單位叫做藝想，而師傅仔就係一齊發展同埋經營藝想嘅一班創作人。大眾好喜歡師傅仔率真嘅性格，同埋佢哋精湛嘅陶藝技巧，所以專稱佢哋做師傅仔。泥啦師傅仔計劃由藝想策劃，係一項持續性嘅陶藝教育計劃，專為智障同埋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而設。計劃希望透過陶藝學習，幫助佢哋發揮潛能，豐富人生。計劃每年都會招收新學員，設有體驗班、初班同埋進階班，以循序漸進同埋系統化嘅培訓方式，俾更加多嘅復康人士獲得專業嘅陶藝研習機會。而今年2025年嘅成果展主題係打開陶生門，展出45位初嘗陶藝創作學員嘅作品，見證佢哋點樣運用想像力同埋創造力，為自己打開通往藝術世界嘅大門。希望透過藝想培育復康人士陶藝發展嘅經驗，鼓勵更加多人嘗試喺藝術領域發揮所長。藝想作為香港嘅藝術創作平台，至今已經參與超過100場本地同埋海外嘅展覽。我哋積極透過社群藝術聯繫大眾，為社會帶嚟啟發同埋力量。經過多年嘅努力學習同埋創作，師傅仔嘅成果有目共睹。佢哋唔單止係服務嘅受惠者，仲身兼創作人同埋導師嘅身份。參與泥啦師傅仔課程，可能係一個機會，成就將來嘅藝術家。我哋相信復康人士同樣可以造福社群，鼓勵大眾。